你有冇發現，我哋每日都趕住同時間競賽？工作、信息、各種行程，幾乎填滿咗我哋嘅生活，就連食飯都變得越嚟越急。好多時候，我哋並唔係真正肚餓，而係因為習慣、壓力或者係一時為食而食嘢。大家好，我係金娜，歡迎收睇萬事 TV 5D 最前線。開始之前，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。今集會比較短，希望之後可以更頻密同大家分享更多健康同生活資訊，所以部分內容會以精簡嘅方式呈現，希望大家會鍾意。好，事不宜遲，一齊開始今日嘅主題。而家外食越嚟越普遍，加工食品、高糖高脂食物隨處可見，飲料、咖啡、點心幾乎隨手可得。表面上好似選擇多咗，生活方便咗，但其實我哋嘅身體幾乎冇真正休息嘅機會。消化系統不停運作，持續處理食物同吸收養分，卻好少有時間進行自我修復同調節。當身體長期處於呢種狀態，新陳代謝有可能逐漸減慢，身體修復嘅效率亦可能受到影響。漸漸，有啲人可能會覺得肌膚冇咁有光澤，精神較容易疲倦，體力恢復亦冇以前咁快。呢啲變化通常唔係一朝一夕形成，而係響日積月累後出現。當覺得身體狀態開始下滑，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補充營養、補充保健品、補充所謂嘅能量，總覺得補得越多，身體就會越快回復狀態。但唔少人都有類似嘅經驗，補充咗好多之後，反而覺得身體有負擔，精神亦未必真係有所改善。原因好簡單，身體唔單止需要補充，亦需要休息同調節。如果一直只有輸入，冇足夠時間整理同恢復，就算攝取再多營養，身體都未必可以好好運用。真正嘅修復，往往唔係喺不停做嘢嘅時候，而係喺適當停落嚟，俾身體休息同恢復嘅時候先至開始。喺呢種生活模式之下，間歇性斷食開始受到越嚟越多人關注。佢唔係一種極端飲食方式，亦唔係要人捱餓或者折磨自己，而係透過調整進食時間，幫助身體重新建立規律。間歇性斷食重點唔單止係食乜嘢，而係幾時食。透過調整進食時間，令身體每日都有一段空腹時間，暫時唔使持續消化食物。喺呢段時間，身體可以將重心由持續消化，逐步轉向休息同自我調節。呢種做法並唔係勉強自己，而係順應身體原本嘅運作節奏。現代人對肚餓特別敏感，只要肚有少少空，就會即刻想揾嘢食，好似覺得肚餓就代表有問題。但從生理角度嚟睇，適當嘅空腹其實係身體其中一種自然嘅調節機制。空腹唔一定代表身體出現問題，而係反映身體正逐步適應冇即時能量供應嘅狀態。當暫時冇新食物攝取時，身體會開始運用儲存嘅能量，同時進行一啲日常嘅調節同修復過程。對唔少人嚟講，呢段空腹時間亦係身體重新調整節奏嘅一個機會。當身體進入空腹狀態後，會逐漸啟動一啲自然嘅生理機制，其中一個備受研究關注嘅就係細胞自噬 （autophagy）。細胞自噬並唔係新發現，而係身體原本就具備嘅自然機制。研究認為，佢有助清除細胞內老化、受損或功能下降嘅組成部分，並將部分物質回收再利用，維持細胞正常運作。呢個過程可以理解為幫身體進行一次內部整理，唔係破壞，而係更新。如果呢套自然機制長時間冇足夠機會運作，細胞內一啲老化或受損嘅物質可能會逐漸累積，並可能影響細胞正常功能。當空腹時間逐漸建立規律，身體唔同嘅生理機制亦會慢慢重新調節。研究顯示，胰島素水平可能會下降，身體會更容易運用脂肪作為能量來源，血糖波動亦有機會減少。部分同發炎相關嘅生理指標亦可能得到改善。同
同時，喺空腹狀態下，部分同修復同再生相關嘅生理機制亦可能會更加活躍。研究認為，呢啲變化有助身體喺休息同調節期間維持正常運作，而唔一定代表身體會變得虛弱。真正有效嘅間歇性斷食，重點唔係追求極端，而係建立規律。好多人體驗間歇性斷食，都會由每日預留一段固定空腹時間開始，將進食集中喺日間較活躍嘅時段，而唔係由朝食到晚。喺進食時間內，飲食仍然要保持均衡同有營養，多選擇原型食物，並攝取充足水分，為身體提供所需營養，同時支持身體正常嘅修復同調節功能。每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，生活壓力、作息同健康情況亦各有差異。間歇性斷食並冇一套放諸四海皆準嘅方法，而係需要按自己嘅情況而去調整。最重要嘅唔係盲目跟從某一種方法，而係學識觀察自己嘅身體，適時調整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節奏。當你開始用心傾聽自己嘅身體，而唔係只顧追求結果，好多改變往往會漸漸地自然發生。如果你鍾意呢類關於健康、逆齡同生活節奏嘅分享，記得訂閱萬事 TV， 開啟通知，唔好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內容。請記得訂閱萬事 TV， 俾個 like， 同埋開啟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精彩內容。咁樣每次有新影片推出，你都可以第一時間收睇，唔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。你嘅每一個支持，都係我哋持續製作更多優質內容嘅最大動力。本節目由韓國美容品牌 Rimmel 力曼贊助播出。Rimmel 結合韓國護膚科研同天然植物萃取成分，為肌膚提供每日細緻呵護，幫助維持健康、水潤、透亮嘅肌膚狀態。同時，亦感謝加拿大 Opulence Global 嘅 FOL Fountain of Life 同 Divine 系列健康產品支持。FOL 採用天然植物抗氧化配方 ，Divine 系列則提供日常營養補充，支持均衡健康生活。再次多謝大家嘅支持。接落嚟，請繼續收睇我哋合作夥伴同廣告客戶嘅精彩資訊。我哋下集再見。如果你照鏡嘅時候，發覺肌膚已經失去咗昔日嘅光彩；如果你試過好多護膚產品，卻仍然揾緊真正適合自己嘅護膚方法，其實你並唔係唯一一個面對呢個問題嘅人。嚟自唔同年齡、唔同背景嘅用家，紛紛分享佢哋使用Rimmel後嘅肌膚改變同使用體驗。有啲人分享持續保養一段時間後，肌膚外觀睇落更健康，亦更有光澤。經過我哋對社交媒體平台嘅觀察，可以見到網絡上有唔少Rimmel用家分享佢哋嘅使用體驗。嚟自唔同年齡、唔同背景嘅用家，都透過相片、影片同親身分享，記錄自己使用產品後嘅感受。有唔少用家表示，持續使用Rimmel一段時間後，覺得肌膚外觀睇落更加健康、更有光澤，亦收到家人、朋友同同事嘅正面評價。呢啲嚟自世界各地用家嘅真實分享，亦係Rimmel受到市場關注嘅原因之一。有啲人分享，使用幾日之後，已經感覺肌膚更加滋潤、柔嫩。持續保養一段時間後，肌膚外觀睇落更有光澤，妝容亦更加貼服。有時候，每日只需要花幾分鐘，好好呵護自己。改變未必需要複雜嘅程序。Rimmel源自韓國，結合先進護膚科技同天然植物精華，致力為肌膚帶來每日細緻呵護。佢嘅核心配方蘊含積雪草、乳腥草、艾草以及多種植物萃取成分。呢啲成分一直廣泛應用喺韓國護膚產品之中，深受唔少愛美人士喜愛。同時配合煙鹼胺、NMN 同透明質酸等保濕成分，幫助肌膚保持水潤柔嫩。Rimmel 獨有嘅 Radiance 商標符號技術，將自然同科技結合，帶來高品質嘅護膚體驗。Rimmel ICD 經典護膚套裝
為你帶來一套完整嘅韓式護膚程序，滿足每日肌膚保養所需。由潔面、補水、保濕到滋養修護，每一個步驟都經過精心設計，幫助肌膚保持健康、水潤透亮。無論你啱啱開始建立護膚習慣，定係想體驗更高品質嘅韓國護膚科技， Rimmel ICD 經典護膚套裝都可以為你帶來簡單而完整嘅日常護膚流程。每日只需幾分鐘，就可以讓肌膚享受韓國科研護膚嘅細緻呵護，綻放健康、自信嘅自然光彩。Rimmel ICD 進階 Radiance 100護膚套裝，為你升級日常護膚體驗，透過更全面嘅護膚程序，為肌膚帶來深層保濕同滋養呵護，幫助保持健康亮澤嘅肌膚狀態。套裝特色包括提供更全面嘅護膚方案，照顧肌膚唔同需要。深層保濕同滋養，幫助肌膚保持柔嫩細滑；為乾燥、缺水肌膚提供保濕呵護，特別適合熟齡肌膚使用。你可以隨時瀏覽 Vantech TV 萬視 TV 網店，或者直接前往產品頁面，了解更多產品資訊。觀看影片期間，你亦可以隨時暫停畫面，慢慢瀏覽我哋嘅產品內容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護膚產品。另外提醒大家，由於唔同國家同地區提供嘅產品套裝，價格同優惠可能有所不同，記得先選擇你所在嘅國家或地區，再瀏覽同選購相應產品，咁先可以睇到最準確嘅產品資訊同售價。你可以選擇以客戶身份加入，享受產品優惠 Become a Customer， 又或者開設自己嘅網店，成為 Planner Become a Planner。目前加拿大地區開店費用全免。歡迎加入我哋嘅團隊，一齊推廣 Rimmel， 發展屬於自己嘅事業，開創更多收入機會。如果你已經喺我哋平台開設咗自己嘅網店，或者對產品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加入我哋嘅社交媒體社群。喺社群入面，我哋會解答你有關產品嘅問題，分享最新資訊，同埋提供線上培訓。無論係產品知識、平台操作，定係點樣開始發展自己嘅事業，我哋都會一步一步協助你，陪伴你一齊成長。如果你覺得資訊比較多，唔使擔心，我哋團隊已經準備好一個連結頁面，你只需要前往 Vantech TV 斜線 Rimmel， 或者直接掃描我旁邊嘅二維碼，就可以睇到所有相關連結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電郵到 visa@vantech.tv， 我哋會盡快回覆，並樂意解答你嘅問題。現代生活挑戰多，探索生命之泉，呢個屬於你嘅天然細胞保護方案，同埋天然抗老必備之選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萬視 TV 嘅萬視購 Visa 產品介紹節目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款最近好多健康愛好者都關注嘅產品 Fountain of Life， 簡稱 FOL。近年嚟，科學研究發現，人體老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係自由基同氧化壓力。當自由基過多嘅時候，可能會對細胞造成損傷，繼而影響皮膚、能量同整體健康。所以，越來越多人開始重視天然抗氧化營養素嘅補充。Fountain of Life (FOL) 係一款嚟自加拿大嘅液體植物營養補充品，由 Opulence Global 研發。佢嘅核心成分嚟自芬蘭北歐嘅挪威雲杉樹萃取物，富含天然植物抗氧化成分木分素 lignans。呢啲成分有助對抗自由基，同時支持細胞健康，從而幫助維持身體嘅活力同平衡。FOL 嘅另一個特點就係佢採用液體滴劑形式，使用方法非常簡單，每日只需要大約30滴就可以輕鬆加入你嘅日常健康管理習慣。好多人都會將佢加入水或者飲品入面，又或者直接滴入口中，作為每日嘅健康保養。源自挪威雲杉，富含木分素，係一種強效抗氧化成分。佢可以由根源開始對抗自由基同慢性發炎，同時支持細胞健康。對於大細關節痛、精神欠佳、體力不足，以至輕微燙傷、皮膚發炎、喉嚨發炎、脫髮等情況都有幫助，有助平衡荷爾蒙、美膚、美髮，以至關節炎等問題，同時幫助保護 DNA 同細胞，減少受損。
仲可以幫助你長期保持頭腦清晰，有助維持腦部健康。更重要嘅係，佢可以有效保護你嘅端粒同 DNA。好多中醫師都推薦呢款產品，作為日常調理身體嘅選擇。長期使用有助支持身體狀態，幫助減慢老化速度。可以內服，亦可以外塗，幫助改善整體保養狀況。另一款值得介紹嘅健康產品就係 Divine 神聖補充品。Divine 係一款高品質嘅營養補充品，專為支持身體整體健康、活力同日常營養補充而設計。喺現代忙碌嘅生活入面，好多人因為壓力、作息唔規律或者飲食唔均衡，身體往往缺乏足夠嘅營養支持。Divine 嘅配方結合多種精心挑選嘅營養成分，幫助為身體提供重要嘅營養補充，同時支持細胞健康同身體機能運作。透過每日補充，Divine 有助支持身體嘅能量水平，幫助維持身體自然嘅防禦能力，同時促進整體健康同活力。對於想維持良好健康狀態、提升生活質素嘅人嚟講，佢係一個非常理想嘅日常保健選擇。當身體得到適當嘅營養支持，就可以更有效維持身體平衡，幫助你喺忙碌嘅生活入面依然保持活力同健康。Divine 唔單止係一款補充品，更加係一種支持健康生活方式嘅日常營養方案，幫助你由身體內在開始建立更好嘅健康基礎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Divine 神聖補充品嘅產品資訊，可以前往產品詳細介紹頁面。如果你決定購買，記得喺結賬時輸入 sponsor code VANTAC， 使用呢個贊助碼，未來購買時就可以享有會員優惠同專屬折扣。而家就開始用 Divine 神聖補充品為你嘅健康同活力加分。生命之泉有助提升心血管健康，幫助延緩衰老，令你更有效保持年輕。經加拿大驗證，安全天然，令你用得更安心。100%喺加拿大製造，而加拿大對健康產品嘅檢驗制度非常嚴格，所以可以放心使用。立即行動，體驗生命之泉，就係你嘅青春之泉。我哋萬事 TV 係分銷商，歡迎大家瀏覽我哋萬事 TV 嘅分銷網站，或者睇下其他產品。如果你對抗衰老同健康管理有興趣，想了解或者體驗 Fountain of Life FOL， 可以去 shop.opulence.com/VANTAC 點擊 Health， 再揀 FOL 或者 Divine 購買。我哋 VSAP 節目團隊亦準備咗一個整合連結網站 VANTAC TV/VSAP， 入到去就可以睇到所有相關連結。你亦可以掃描呢條片入面嘅二維碼，直接去到相關網站。你亦可以透過影片下方嘅連結購買。喺結賬時輸入贊助優惠碼 VANTAK 就可以獲得專屬優惠。再次提醒，購買時記得輸入我哋嘅公司名稱 VANTAK 就可以享有更多優惠。如想查詢更多購買資訊，歡迎電郵至 colonvsap@VANTAC.tv。如果你對代理 Opulence Global 嘅產品都有興趣，亦歡迎你電郵聯絡我哋會有專人為你安排相關手續。